最近，阮公司发生一件真严肃的代志。阮党的下换贴兄弟阿秋啊，讲摕苦米赏。今仔日公司专工为着这件代志开临时会议。伫会议面顶，有人替秋啊求情。毋久党的讲一句话，伊讲今仔日若因为阿秋啊是伊的换贴的，就会用你甲伊收苦米赏的代志当作无看。安尼伊出去要安怎带人？我听阮党的安尼讲煞，我有影对伊真拜服。人咧讲一还一，两还两，伊做代志就是公私分明，毋若袂输骗，嘛毋是会无分无悔的人。即届阿秋啊食钱的代志，更加互阮大家了解党的会做人，互阮搁较有信心带伫即间公司。